单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缩结台语安尼写，缩结，细但是结实，台语讲缩结。教育部的台语教典讲，缩结是形容小巧玲珑，不虚大，而且结实大方。像讲这厝这房间看起来真整齐，真缩结。缩结的讲所在，就是雅致、整齐、干净、小而美。若咧形容人，就是身材娇小结实，也就是人虽然较细粒子，但是真结实。像讲这对亲兄弟身材差真多，阿兄人悬汉大，较大箍背；小弟就较缩结，较细粒子。迄个细粒子、缩结的查某人，都是因新妇真欠卡，真够做生理。缩结的缩，收缩。大伯想要退休了，所以慢慢甲一寡生理做一个收缩。顶回跋倒的空喙已经豆豆在收缩。橡皮筋，台语讲树铃索啊，也则是简单讲树铃。用树铃索啊，甲地仔喙缩起来。缩结的结，有一句俗语：长山过台湾，心肝结归圆。台湾的先民为了改善生活，不得不离乡背井，冒险渡过乌水沟到台湾讨食，心情是沉重，心肝是拍角球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缩结实在真趣味。